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講起姚樂怡，唔知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嘅係咩呢？係當年身材超勁嘅電波少女，定係陀槍師姐入面嗰個生性乖巧嘅五福？最近佢喺新劇《重案解密》入面，憑住一個變態殺人犯角色爆紅，演技直情係癲后級數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呢位昔日嘅性感女神，點樣一步步由公關女強人回歸幕前，變成演技派，入行於電波少女時期。姚樂怡90年代入行，最初係做模特兒。1998年 TVB 推出咗一個叫做電波少女嘅組合，姚樂怡憑住魔鬼身材一炮而紅。雖然當時佢被定位為性感女神，但其實佢非常勤力。喺電影圈最輝煌嘅年代，佢試過一年接拍成20部戲，由驚天大賊王拍到陰陽路，可以話係當時嘅電影產量王。電視經典由五福到江依文，喺電視圈，姚樂怡同樣有好多經典角色。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一定係陀槍師姐系列入面嘅陳五福，細細粒又可愛，同三元二妹姐一齊嘅家庭氣氛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。不過講到演技突破，就不得不提10月初5的月光嘅江依文，佢將嗰種反叛、任性但又身世可憐嘅感覺演得活靈活現。除此之外，佢喺《倚天屠龍記》演嘅朱九真，仲有狀王宋世傑嘅白小翠，都證明咗佢唔係得個樣，係真係識演戲嘅。淡出轉行與幸福家庭，喺2008年之後，姚樂怡決定闖出一片新天，離巢轉行做公關經理人，做埋經理人公司嘅高層，變身職場女強人。感情方面，佢2012年同圈外老公吳俊康結婚，仲生咗個得意女女小雞髀。雖然呢幾年佢好少拍劇，重心都放喺家庭同埋佢嗰班七魔女好姊妹，即係佘詩曼、湯盈盈佢哋身上，但佢保養得非常好，50幾歲仲好似凍齡咁，經常喺社交平台分享幸福日常。近期神作《重案解密》嘅巔峰演出，最近姚樂怡驚喜復出參演劇集《重案解密》，入面嘅表現真係嚇親全港觀眾。佢飾演燒臘店老闆娘胡玉蘭，原本係一個卑微忍受老公出軌嘅人妻，但最後因為恩愛成恨而徹底黑化。最經典嗰幕係佢殺咗情敵之後瘋狂大笑咁講：我贏晒啦，我贏晒啦！嗰種淒厲嘅笑聲、怨恨嘅眼神，真係睇到人毛骨悚然。網民都大讚佢係寶刀未老，一出山就展示癲后級演技，同江若琳、麥包、麥長青嘅對手戲火花十足。由電波少女到五福，再到今日嘅最強殺人犯，姚樂怡用實力話俾大家聽，佢係一個多才多藝嘅演員。大家最中意佢邊一個角色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莊山頻道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